為什麼會長高？為什麼會長高？作者：姚磊，插圖：洪哥，青田教育中心。圓圓問哥哥：為什麼樹會長高？哥哥說：有土、有水、有陽光，樹就會長高。圓圓說：草也有土、有水、有陽光，為什麼草和樹長得不一樣高呢？芳芳問姐姐：我為什麼會長高？姐姐說：你吃飯、吃肉、吃菜，你就會長高。圓圓愛吃菜，不愛吃肉；芳芳愛吃肉，不愛吃菜。他們想：為什麼我們兩個長得一樣高呢？